習嘅機會，因為佢哋已經將個球速放到好慢好慢，將個戰術咧亦放到成一種基本戰術嘅打法。因為以往佢哋兩個人嘅交戰呢，往往都係大角度劈殺劈吊，好刁鑽嘅下壓球嚟使對方就範嘅。而家開始咗呢幾分裏邊，雙方呢都係打得比較地平和，球速呢一直都係響好慢嘅狀態，而拍數呢亦唔會好多。咁啊，場上嘅比分呢，就6比2到林丹發球啦。咁啊，林丹呢就係打21分，而家目前嘅比分係6比2。爆出來連續3拍嘅輕，再加重殺，再重殺。反而觀眾呢就會對呢啲真打呢就表示極大嘅讚賞，因為而家喺廣東嘅羽毛球嘅普及越嚟越得到廣大電視觀眾以及廣大嘅朋友嗰啲贊同，而玩羽毛球嘅人亦越嚟越多，所以睇球嘅內行嘅人咧亦越嚟越多，所以睇得出佢哋可以睇得出運動員邊啲係真功夫，邊啲係表演成分。當然我哋可以理解，因為喺運動員每一次大賽之後總係有個調整期。而琴日下晝佢哋啱啱先喺香港嘅伊麗莎白體育館呢進行咗一場男子單打嘅決賽，咁今晚呢就馬上嚟到咗佛山體育館，為呢個佛山市嘅第6屆運動會嘅閉幕式呢助慶嘅。4年1屆嘅佛山市運動會係佛山規模最高嘅綜合性運動會，主要係檢驗佛山嘅競技體育水平嘅發展，促進全民健身運動嘅發展，增強佛山市體育整體實力。佛山市第6屆運動會同歷屆嘅市委會有住唔同嘅特點，並且20個都重大。呢一屆嘅運動會係響佛山市行政區推劃調整之後，全面建設產業強市、文化強市、文化名城、現代化大城市同埋富裕和諧嘅佛山，經濟快速發展、社會各事不斷進步嘅新形勢下舉行嘅第一次綜合性嘅運動會。呢啲係叫執死雞啦！佛山市區域調整咗之後，整合咗全市嘅體育資源，樹立咗全市嘅一盤棋思想。各級嘅政府非常重視體育事業嘅發展，加大咗對體育嘅投入，促進咗全市體育事業嘅健康、穩定、持續嘅發展。同時，第6屆嘅佛山市運動會呢，亦係為承辦2006年第12屆省運會一次大嘅演練。因此，呢一屆運動會響市委市政府嘅正確領導下，響各級政府嘅大力支持同埋各個賽區、各個競委會嘅共同努力下，以4個一流同埋3高嘅標準，認真咁樣負責做好咗各項嘅工作，以運動員嘅頑強拼搏、奮發努力，裁判員嘅公正嚴明、秉公執法，工作人員嘅恪守職守、兢兢業業，使到本屆運動會係辦出咗特色，賽出咗水平，賽出咗風格。我翻返比賽嘅現場，而家呢爆出來係上演一場佢壓住林丹打，但係由於自己好多都係屬於一啲故意嘅失誤啦。咁啊，林丹係8比3，目前林丹係8比3，使到比分呢仲係以5分咁樣嘅優勢領前嘅。而喺琴日嘅香港羽毛球公開賽呢，林丹亦係多數係以5比分嘅開局，以及中盤以及保持到最後嘅結局，都係相差5分。所以而家兩個人呢一種表演呢，就係使到我哋現場嘅觀眾以及廣大嘅電視觀眾呢，都能夠得到好似一次好好嘅學習嘅機會。林丹連秘密武器都攞埋出嚟啊！因為大家都知道啦，林丹呢，即係身材呢，喺羽毛球裏邊都真係算好適中噶啦，有1米78。
佢同埋而家鮑春來同樣都係83年出世嘅，但係鮑春來就稍為大啲，鮑春來就2月17號，而林丹呢就10月14號。記得喺運會喺昆山進行嘅女子單打嘅比賽裏邊，當時鄭芳，亦即係佢嘅女朋友就話好想喺13號晚能夠攞到一塊女子單打嘅金牌，獻俾林丹嚟做佢嘅生日禮物。咁好可惜咧，鄭芳喺世運會上咧就未能夠戰勝中國香港嘅王晨，即係喺第二輪嘅比賽就輸咗啦，就未能夠攞到呢一塊女子單打嘅金牌送俾林丹嘅。場上嘅比分係9比5。咁啊，鮑春來響羽毛球選手裏邊咧，都算真係身材好高噶啦，1米90嘅身材。但係問題咧就係林丹響場上嘅霸氣比較十足，而鮑春來咧平時性格又比較內向，所以打起球來咧又好似相對軟咗一啲。林丹咧就比較硬朗一啲，充滿住一種場上嘅霸氣，駕馭住全場嘅局勢。但係由於今晚係一個表演性質咧，而家目前仲睇到林丹咧有咩好上乘嘅發揮。換發球6比9。平抽之後，林丹又主動將個球打咗落網下，場上嘅比分扳成7比9。先係林丹想做一個表演嘅雙腳跳起嘅撲網，點知鮑春來就冇配合。相反，鮑春來喺接殺裏邊咧，仲假裝雙膝頭哥冇力啊！嗱，呢啲咧就係喺平時比賽裏邊應該睇唔到噶啦。要求換球就將個球就打上中直。球迷都果然好新手啊！平時應該換球咧就要交翻俾呢個罰球裁判嘅，但係林丹換球咧就主動將個球就打上觀眾席，即係屬於一種助興嘅活動，增加啲場上嘅氣氛。平抽平擋。場上比分7比10。哇！個波直頭係擺落去都冇咁靚啊！呢啲咧對主裁判嘅判咧，兩個都冇所謂。9比10。嗱，經常都係咁。